Hello， 大家好。麗珠蘭目前最 hit 嘅水光系列，針對唔同嘅膚質有唔同嘅產品，咁多種顏色分別有咩作用？最 hit 最受歡迎嘅黑盒，愛馬仕級嘅水光針，增加皮膚嘅彈性，提升面部嘅輪廓，水潤光澤。麗珠蘭 PDRN 修復水光，修護敏感肌，提高皮膚抗氧化嘅能力同埋鎖水保濕。跟住落嚟係小白盒，成分 PDRN 主要刺激眼部細胞再生，去黑眼圈，去眼紋。紅盒對比黑盒嘅透明質酸含量比較多，針對乾敏肌。藍盒主要改善炎症敏感肌引發嘅出油，改善痘印，促進皮膚代謝。蛋白磁針成分係谷胱甘肽、維生素 C， 最主要係淡化色斑解決色素嘅問題。麗珠蘭基礎水光成分透明質酸同少量嘅 PDRN， 一支 2.5ml， 主要用嚟配搭同埋稀釋其他水光，增加補水嘅作用。麗珠蘭三文魚嘅成分含量比較低嘅 PDRN， 同基礎水光一樣，主要係配搭同埋稀釋其他水光，增加修復嘅作用。紙盒增加皮膚彈力，改善面部嘅皺紋，改善毛孔嘅粗大緊致鎖水。內銷版嘅黑盒主打修復抗衰老，適合皮膚有炎症、屏障受損、粗糙、水油平衡嘅膚質。希望大家睇完可以選擇到合適自己嘅麗珠蘭水光針。